嘅太师，青菜电视转到哪台就看得到佢。佢係當有名嘅電視主持人，嘛係當站嘅舞台劇演員曾國生。元旦小眾我聽見曾國生大幫搶名轉向去瓜子，帶大家去屏東看一下南埔嘅節目。啊，沙暗度好。我怎么知道？本来我可以去的，现在我去不了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帮我去扫墓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。对对对，帮我尽一下孝道哦，然后看一下屏东的好山好水。我会请我的堂哥带你去吃东西 ，OK， 好不好？哦，谢了谢了谢了 ，OK， 拜拜。海无山下，万年海鹏。屏东，小钟，对，有新的任务，还在屏东，就在屏东啊，中盛公祠，我也没去过。中正公祠跟扫墓这2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你帮我，我就会帮你。按着 C 哦，好，乖，哦，再见。本身时间是2021年过年啦，放假啦、暑假啦，安尼，所以屏东，差不多5年生的时间啦。然后去搞带俺妹妹过去屏东啊，炒火柴。对炒火柴还是各有感情啊。陈诚哥呢，拜托来啊，阿中古啊吼，客家一个啊吼，来请家吼，算家刺痛啊，请家助贤啊吼。不过我看到了地方啊，无麻将的客家人的刺痛诶，夹来你帮度看一下。太婆啊，我係鄭醫生。用，我阿中古啦，我少總啦。哦，少總。我請問一下吼，我來到了地方吼，我請介你啲曾國成係嘛啥嘛？唔熟悉啊，我哋故鄉人啊。我喺客家一個。係啊。係，幾歲嘛㗎？哦，嘢客家，我哋呢好會自信。嘅客家骨膚啊！唔講我家下來看到呢個地方吼，你唔像喺客家人嘅祠堂啊，你看到有 Angel 嘅，也係因為吼，係嘅日本統治台灣時間啊，嘅當時嘅歐洲的巴洛克式風格，來同我哋客家嘅四合院嘅祠堂結合。總稱講係曾國成的老祖先曾子啊，孔子嘅72個字體的其中一個曾子啊，是他傳下孔子的托嘛。啊哦，所以我哋講也係曾木祠堂，曾木祠堂，台灣最密的祠堂，那幾多年呢？86年。中盛公祠起嘅2年，1929年才做好，經過風吹雨打、旺里旺壁。2013年又照傳統嘅功法，才整好勢，也下係屏東縣嘅燕天古跡。都埋看一下了，那麼個總書堂同學呀，係啊，同學。鄉鎮呢？鄉鎮呢有總書堂，有盧骨堂、三聖堂。整治喺控制學生嘅也喺啲盧骨一個地方。也係講山東的5城啊，像盧骨堂。我哋睇一個綠隊天氣。按照嘅客家狀吼，看到我哋鄉鎮咧，盧骨堂係最早嘅堂號，喺蘭蘭有三聖堂，喺鄭志講嘅話，藝名嘅范先三天師，後來又有總書堂，也喺鄭志講嘅總書之托。那爸爸要撇的應該是三省堂啊，甚至吾日三省吾身的呀。跟《論語》裡邊有寫到啊，講嘅話啊，吾日三省吾身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與朋友交而不惜乎，傳不習乎？哎呦，怎麼會背？面對曾鳳營嘅同學，含有公祠細微嘅牌匾，就嚟看出曾子對孔夫子學來嘅，唔單搶自家來做，還鼓勵後代嘛愛認真做到，曾經係對醫學應從透研，故所曾子本人係做醫門嘅終身。也吼書法千好，書法乜嘅書法都有。做看天經地義道中聖同，有楷書仿宋體嘅，有隸書，有嘅作業詩。哎呦，你有冇該詩啊？作業詩，你還詩哦？你也要詩啊？你唔係怎麼隨便畫的一個圖案？因為我等整治下一本書我的大學
太学啊，太学。太学有一句话哎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哦，对啊，跳一下。冇爱用啊，我同看看，你还蛮开始使用。好看，你看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系嘛？有厉害哦！因为政治忠圣公，我哋主席下大学啊，太大学要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。看起来按艺术嘅态势，乡亲朋友，你系唔系乜睇得出来？按特殊嘅态势系乜人发明嘅呢？你是马啥发明呢？我哋节目嘅前清的秀才曾作霖下呀，自家下来哈。曾纪恩棒球教练的阿公，他是前清的秀才曾作霖兄弟队那个以前的总教练那个老教头阿寿哦，曾纪恩是那个哦，阿公，他祖父。观众朋友，马萨说得好，把这一句翻译出来的话，奖金1000块。123哦，无法度，鼓手唱泰国来公布解答一下，你无简单嘞，你真紧了。圣公吴江曰：谦公大道得新传。锵，文呢书法家，武的野球教练，曾自后退过海来台湾，传下来嘅6凤字体，就各有才情。当然，还有天分同高嘅曾国生，喺各方面嘅表演就同大眼。佢聽到李國修去做舞台劇，老佢講學農創嘅技巧，用嚟主持蛋糕，還是拿到2屆嘅電視主持金鐘大獎哦。要是我突然沒事情哦，可能我認識嘅人，我嘅咩啊？李國修可能唔認識，現在都係幾好嘅呀。佢學功法啦、本能啦，唱歌要睇下堂啦，都學表演嘛呢。表演幾好呢，看到大家人嘅注意呢就，嗰時間我想到，念乜嘅咯？對迄個時，嗰時間係都唐講乜嘅世新啊，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，嘢英文上嚟講嘅 ，The World College of Journalism， 按波用看。你談到嘅學校有幾多年咯，對個學校出來啊，乜嘅李國修啦，乜李烈啦、寇世勳啦，冇喲，啲學校唔會炒哦，唐語的應該是很適合我去念的，差唔多五專3年級我都得諾貝爾呢，乜嘅公共電視啊，乜嘅宣導短片啊，廣告啦。那個短劇啦，那個孫叔叔說故事啦，孫叔叔說故事第1集是我演的呢，所以我是出道的早，我不是年紀老。還唐你講要有6鳳呀？係啊，喺頭擺我哋鄉鎮嘅羅祖賢，睇南宋末年走到廣東省嘅走量，到下台分咗6個房頭睇吃。就有6房頭，我哋屏東嘅節目都係有6房頭嘅自治搬出來嘅，來到入屏東係300人，300工人嘅，他家出錢做安獎嘅祠堂，當然去看啲6房頭，好，我哋都有嚟看，好6房頭啊，吼，你看到你係哪笪？又係黃坑啊，黃坑嘅天地，甚意思也開始咧，喺廣東走量有一啲黃坑，都自松啊，曾國成嘅老祖先，這以前啊，建築嘅啲大合事情。祠堂本做3太極，鄉鄉嘅宗祠、火鳳宗祠、老七家服侍嘅堂下，無論哪種，尤其啲頭擺，就有祭祀、設備、儀式、教育功能嘅地方。中山公祠係象徵嘅6鳳，向下擺阿公婆嘅天極宗祠。右派頭又係佔有美學嘅古蹟哦。阿三哥，下一擺轉來屏東，聽說愛來也行一轉，到了嘅整部嘅大宗祠，有機會啊愛燒嘅本片人啲。我想唔似家媽會知道做整部嘅字體當啥屁哦。對哈，陳長哥打電話來咧。
喂，陈哥，看到动作法品都了不起吼，中法的吼，鼓手啊上到好，了不卡吼，一定懂有钱。唔错，有钱你冲啊！哎，有钱。哪是那种讲啊？那个秦火太稀啊，那条把黑烟哦。秦火就会捅哦。哦，错，秦火会捅哦。秦火正寿，分偏的医生，如果是现代的话哈，天丝腿嘛，都是秦火天丝腿。对哈，哎，陈哥打电话来嘞。喂，陈哥。哎，你终身公司有行动冇？啊，真紧请到位啦。你有行动还跟哦？嘿，你有60封，你第年嘛甲封的嘛？唔滴呢？你请来来是错的啦，你嘿网康的嘛甲认的啊，终于让我讲了哈，你啊，我要看今天播出你是第网康的不该认识的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瓜子呢？瓜子好了没？好，没问题啦，大人来让处理啦哈。瓜子来同来看一下，俺堂哥交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一年过神奇啊，过7秒年啦，哈。哦，走的，好。可能客家人七家都唔知佢喺马街用个啥？用个啥咯？鼓手哦，我做了节目，后生人家全部比啊，嘿，呀唔知。是水爱记系记得去个水人。是唱歌离谱一图诶，饮水思源。最些时间，我都听俺爸妈讲下话呢。你为什么这样呢？哦，那个就是清水，我都听人讲，还那个人个吃哦。你吃饱了没呢？吃饱了没呢？哦，你会那个你会游泳吗？哦，你会游泳吗？哦，我这看人哋讲法佢辛苦哦，我挨到睇下你個人咩講話幾好，我都挨嚟練好，安尼你冇你講練黑，挨嚟吞人聽，安尼哦，安尼好練。凡身體在任務，愛離開終身公司。阿上哥嘅老屋啲女僕誒，先來總督，佢位動腦眼，愛買乜嘅豬油。馬聽講老嘅係全台灣同好淺適中嘅蔬菜，愛前乜嘅同好豬油，搞住一條線嘅小眾，任務用順風，去前菜地嘅老朋友劉太哥先告張講。劉太哥啊，我吃到你某马日式的样子。你突然了，看呀，那个马我看，你看，已经有点荒废掉，那个哦，要杂乱。有港田蔬菜呢，它有火龍，哦，一火龍呢，還有一個太長條那有火龍，哦，細長條嗰啲禾嘅，我拿嚟太長條，所以剛才你看到一個火龍啊，幾多年的歷史？哦，也就上圈啦，100年了。那要100年嘞。哦，那鼓手唔用講，我看唔到誒。我唔到，做乜嘅呢？在民國71年的時間啦，政府嘅糧食政策啦，改變10million人社會，然後呢，所以一個以女僕為中心嘅一戶圈啊，有差唔多5000公頃嘅一個水田啊，現在全部改做檳榔樹嘅。劉太哥講，頭擺嘅女僕誒，無邊無順就係無田，每片強悠悠誒，色彩凍漿。原來珍貴上色嘅時節，就係啲安江嘅無田蔬菜太嘅，啲種下嘅田順，阿三哥留下嘅都見做東南田邊睇嘅回憶。這個我了地方啦，那個個誒老百姓來吃，嗰度回憶嘅地方啦。頭都講嗰個吊怪啦，佢啊出個睇個吊嘅啊。個細記嘅蛤蟆誒，熟嘅呢，啲鮮嘅啊，彈起來啊，用嘅這個煮嘅啊，安尼就點樣飆，可能在跳啊，過來，一試到吊起來，落嘅呢，落起來，一打。時間促成嘅變化動態，太湖山下美嘅故鄉，才變做檳榔嘅產地。一間精米廠見證嘅女僕嘅產業恭敬嘅好快。希望阿三哥細細時節嘅種下，還係保留定頭擺嘅美好。哦，太哥，好了，這一面牆真緊懂鐵白咧，看到懂到法品都了不起吼，中法的吼，鼓手啊上到吼，了不卡吼，一定懂有錢。
文创，有钱演唱啊！嘿，有哪是啦？我讲啊，那个秦火太戏啊，那头发迄戏烟哦，秦火就会同火，哦，错，秦火会同火，秦火正寿，秦火正寿，分偏的医生，古夫子阿爸来的夫子就系医生，哦，全部用秦火，秦火用一相种，用相种就系秦火同。哦，也秦火嘞。你看古时头摆啊，用人然后用给它同火啊，来做戏烟，来做正寿。哦，如果是现代的话，哈，天师台嘛做的秦火天师台。看天呀，歌唱有100，歌唱有100，卖清河戏院了，对不对？歌唱有100，看李小龙的天呀，歌唱有哦。头摆一只总督有一件戏烟，就特别的恭敬同好。女仆的伫阿三哥生的时节有3件，按用做的地，给勇士有见闹眼嘞。阿三哥是欢欢喜喜的，行咪去清火戏院看天影。刘太哥是动艰苦的，去隔壁清火诊所看病。我今年64岁，64岁，我喺一個10歲時節啦，我就同佢看過病，哦，佢喺看病啊，因為我係吊舞嘅，一個勾到手，醫生就拿一個鉗子鉗嘅，把你的指甲拔掉，直接就拔掉，哎呦，就是痛一下，這樣痛一下哈，就是5塊錢，5塊，啊，也就民國50年的事情，做董事哈，做醫院的工錢10億元。古時候頭髮我來會看病，媽我有錢人呢。係啊，我老講，你啊東西你啊後生全部看唔到咧，你啊有歷史的東西，你看到嗎？頭髮是會貼滿，希望這個病人可以買，冇神奇。小總唔好亂講哦，中國嘅子弟啊，做醫生主動有良心，嘅勇士騙人道係因為醫術高明，有動好嘅醫療設備，鄉親做唔是去太醫院。18年前，老先生老診所關起來，3年後過身呢，診所底背搭錢嘅東西就本人頭槍槍，希望唔做得想到頭擺護士騙人來來去去嘅情景。哇，客家人有名堂，看到了地方冇？看到了肥冇？很講嘅快哦，佢說了證明咯，要欣賞有錢人哦，有錢人，係嘛？安尼提到了清後堂，嘿，相總誒，相總，看到了白人地方，白人嘛嘿，相總誒，相總，哦，白人堂啊，不是我看，剛進來的時候看到那個匾額上是清後堂，裡面又有一個白人，全部都是姓張的，全部相總的。這個建築是我公公的爸爸在大正時期的時候，日據大正時期的是蓋的，所以它的大正時期它比較特別，就是這個洗石子。這個洗石子就是等於是大正時期它的一個很 typical 的一個建築的語彙，還有外面的個鐘，那個就是那種巴洛克的樣子。咱到屏東，你不會一聽到是米其木。對，給別的米其木當是，這個米做的啊，佢有個彈性啊，個米的香味啊，那口感吃起來都冇共用啊，你要一伙食的呀。挨你下來到啊，算啊女僕的老家啊，你啊地方啊當特別，你啊為同伙啊吼，喺全台灣啊最集中最多的地方，你看，來了準備的地圖，我們來看一下，吳家的伙房。嘛有這個清火堂，還有立家的，哦，懂多誒，太監要，啊，你大家不要，對，啊，你們大家不要，對，哦，看到那個懂多貨房誒，哈，懂多很多堂號都在這裡，這裡是全台灣最集中的蔥嘛，對，哦，有看我剛有看到有吳家的啦，嘛有看到林家的啦，林家對。小總來到女僕老家，元旦係食阿三哥推薦嘅美食，冇想到一到夜尾，才發現沙有暗道保留到暗號嘅祠堂。女僕嘅一片啊，做得講係同學嘅博物館。入邊喺老街地區自太貨房按到靈武貨房，靈武貨房呢，而家嘅同學本身都按到洗荷堂，做乜嘅入邊會變咗一個送歸堂嘅意思，都因為喺照顧嘅時節，林家出嚟一啲在下，
后来在唐朝时间又出的一个在下，嗰时候呢地方人士呢，对以下嘅龟丝做伺候，都逢一片的地方都送龟汤。真經有好多了，啲野味凊彩一隻全國就是專牙戲嘅典型嘅客家老建築，古樸嘅懷舊氣氛，上島嘅東東人下來也了，野下嘅內埔嘅變作為屏東輕鬆歡迎嘅觀光景點哦。那你遐都市有點搖啦，有乜個東西好食的嘛？推薦一下，係兩類在地產業，在地嘅最有名係乜個？有名嘅，面趴板，面趴板是半條嘛？係半條，差唔多半條。哦，兩邊半條，然後配布也有乜個無恐龍的地方。米一片的半條係純米做嘅，在地人介紹的，一聽好食啦，古送來各位看一下，好。太姐，哦，無閒啊，哎，請問下兩位最有名係乜個東西？板的啦，面趴板，面趴。咱老板准批下好嘛？好，什么名号？按住谁号？好，3號了，一天我哋熟看看，有好生麼？好，來。真材實料嘅美食，係萬乃行跳跳主持節目，馬介就是嗰個曾國生，馬填表唔睇嘅故鄉好美食。小總，還有食肉哦，不能食到咧。哦，他這個客家人的肉燥是讓你冇恐龍哎，還有人家半條，哦。一天我有料，為啥吃的豆安以為半條，看到嗎？哦，我自己是了。哦，很香。好吃的。哦，白皮很會煮哦。同料半條真係好吃嘞，很 Q， 很滑，懂酸呐。然後你冇嘛恐龍。豆哥，他是，咱們你看。啊，講到你看那地圖啊，吼，人家內埔那地方啊，吼，算是同河最集中的地方、最多的地方，做嘛？那個無糖的地方吼，有咩會？來那邊身邊旁邊是有同河的，你看那同河有幾多誒？哦，那位，太哥，你看到那邊嗎？有同河呢？哦，同，起碼該同啦。哦，冇談過哦。冇談過而家同河，哦，起碼該。冇談過。相嘛該？唔對，相同哦。唔對哦，唔咩，相反。相反。像內埔那地方啊，吼，算是同河最集中的地方、最多的地方，做嘛？那個無糖的地方吼，有咩會？來那邊身邊旁邊是有同河的，你看那同河有幾多誒？哦，那位。哦，看到了，你看一下呀。哎，太哥，香柳的唔係彭山糖，你有冇文葵糖咯？文葵哦，係講係啊，而家都做事啦，一月下，面嘅講嘢講嘢，佢盤菜除下來，除下來係冇人出來啦，係比較冇乜嘅，用錯咗啦。我見佢，係比較抄成你嘅構書話啲事咧，係要再好上嚟鬧，而家佢係俾嘢查過啦，都幾有冇事生嘅。哦，而家係點解要查過唔要查過啊？如果有個頭髮容易做個通人啊，然後個大嘅文葵本係點啊？加哦，嚟啦，我哋啦，古時候香柳嘅全部係彭山糖。因為你我靠黑腔啦，出了狀元，錯不？皇帝賜給你這個文葵，哦，太公娘冇簡單，哦，這算是狀元之後啊！老奉天書嘅牌匾掉到祠堂面前，老有嘅相思宗祠唔用尊夢，係用電夢，也係公路來做同好，強用有鼓勵名字嘅效果。雖然也得牌匾超誒。唔過看起來也係當公用啊！唔知小眾的文葵面前生面會一失一剪毛啊！太哥，我看到那邊嗎？有同好呢。哦，木骨糖，起碼該糖啦，看一下。骨糖。係啊，嚟看一下。骨糖。係啊。太哥。木糖。冇談過哦。冇談過而家同好，哦，起碼該。冇談過。相嘛該。唔對。相同哦。唔對哦，唔咩，相反。哦。
老多发现的新的同学，原来是小总伫个灭少，种下嘅老古铜的店，真见本人懂怀念。阿三哥细时节为土地老妹来呀，是几个人又色又有好教。今明日小总爱推阿三哥来拔签的，希望拔啦拔到太将来。有嘞，有，3号，太有，太好，1号到6，哇，太极来，开条，太极料钱嘞，太将哦，太极排谁呢？哈，两面身无同好看嘞。见到见过年嘅小总，行兴用嘅出租出唔到。姑嫂啊，佢拜託調緊用天數，看咗你老佢講一下麼？太重點哪位啊？你啦，雙牙一起啦。其實唔啱啲的奶你避手哎，哪一張？你避他。啱啲的奶你避他啦，拜託一下避他，哪一張？哎，你避他。哎，你避他說避我。你避他，哪一張？你要避他，我還沒做哦。哎，來避他，1、2，好厲害吼。哦，太久了，看到嗎？7號，1到10號就可以大獎。7號，你看到嗎？7號是我的白牙黑啊。哦，你看到太極生意了。2尾哦，6米耶。哦。小總旋風上到，愛唱阿三哥搞起舞台劇，那一隻生意嘅唔好食糖嘅。小總決定對生意嘅來做，啲糖嘅店買一隻電爐，偷一下阿三哥嘅來嘅。80 條呀，好，冇問題。好，80條，買愛用的東西吼，做去本層層給它來高，本給它來深，吼。太極什麼樣？謝謝。基本日小總來到阿三哥嘅家鄉內埔誒，俺發現佢特別歡喜，佢老阿三哥又係好朋友，又係同樣啲演藝圈打拼嘅客家子弟，結婚相互天數嘅感情。真見本人知道懂貼心又感通。客人其實該團結，獨到咁做，我講兩三句呢，要嚟打招呼啦，哦，打球的啦，攏會講下法，陳國華啦，彭佳慧啦，還有羅時豐、羅大牛啊，係最好嘅客人朋友哦，係最好嘅兄弟哦，你嚟咩共用？每擺看到伊，嚟睇下個啊，我哋喊物嘅，點啊？乜個點啊？其實內埔嘅一條路街，當天人興叫做楊枝燕路街，係楊枝路、老東上路夾咗嘅一條客家火鳳路街，都係基本嘢係保留嘅北上嘅路街本單嘅樣嘅，也係因為當到做文化嘅人共同打拼出來嘅結果。一下劉太哥就土地小總來認識啲路街做文化投籃嘅二太子。哇，大哥，你現在帶我來這家店很特別，特別好，好，來，你看到很多啲懂得要露頭擺，胸片的，你有看到嗎？靚牛叔師吧？哦，樣啊，韓式同下料嘅朋友。哇，你看，很雜哦，嗰樣啊，同電視嘅醫生字。小眾，醫生字，你好，來這種啦。這種那個泰國通常有啲地方啊。唐記講啊，了解啊，動作甲客家文創嘅東西創。客家最有名嘅是乜嘅？藍山。係創新嘅，可以製作啊，又可以製作。一細模做嘅啊？一細嚟，細模攞嚟係你啊，係你細模。哦，仲有兩個演導呢。熱天嘅風吹過。帶着我嘅憂愁，唔講咯，好看冇？哦，姨媽做嘅嗬，係啊，哦，你講到冇？哦，講細模嗬，引導嘅細嚟嗬。小總家下識嚟同嘅，懂好在，一下二太子心花挖開，唔但請我小嘅小總啲行下到總頭神奇嘅事情，行動太放送你2三。本期家好意轉送本阿三哥夾補娘，劉太哥有事先去無限咧。哇，看到了，噴氣動特別哦。太子，你還會帶來去拜拜啊？我帶佢過特別嘅廟。啊，我啲客家人一定要拜三山過冇，錯冇？
有摆上面讲，它是要减没有没法。没，没。然后俩图案有关联吗？哦，唔错，有关系。你看一只，动物还嘛个动物？鳄鱼。哎，鳄鱼。按我想到嘛个样？鳄鱼会想到蚊香。鳄鱼会想到嘛？哦，梦中。好，来看一记杂诗，韩愈。韩愈。嘿。唐宋古文八大家其中之一。之首。嘿，引起八代之衰。哦。道济天下之逆。伊老你客家人嘛个关系。哦。要讲迄个骨创呢。你落去也没放人讲好冇？没放呀。嘿。哦，土牙戏好嘛？来。来到这客家庄子里面，一定要来昌黎祠，或者是妈祖庙，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，一定要来这里拜。客家人的儒家思想很重呢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昌黎祠被贵东人一拜呢，被妈祖庙被空中啊贵东人啊，那也是古迹，都是古迹哎，都是几百年的。那么林仲还有嘿，这气氛猛汹涌哦。哇，看到这个看到了昌黎祠在拜韩愈耶。哦，然后里头就看一下。韩愈然后你客家人嘛个关系？唐朝末年潮州呢吼。不要讲潮州，闽南啊，对闽南的客家人啊，影响过太带起客家人的文风啊，客家人过好读书啊你啊，因为以前潮州属于边陲地带，客家人过唔定要读书，韩愈过去呢都办学、新学，个人都不学人的台中客人过好读书。哦，经过的小嘅全台湾唯一嘅昌黎祠，阿上哥。年代客家人嘅儒家思想当中，係因為韓醫啦，這樣是佢嘅特徵教化影響，本教育向下當進，故所內部嘅文風動旺，台灣土港人間嘅戰士老幾年，單單就係對綠隊出來嘅哦。來到呢個地方當特別啦吼，那山啊吼，全台灣啊吼，唯一一個是三教合一的廟，最旁邊有韓愈，該是儒教。中間是拜觀音的佛教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是。那另他媽祖道教，天後宮道教，東邊儒釋道三教合一。哦，那媽祖啊，東九的吼。東九，也那個媽祖哦，係近100年的時間開始做的，所以都應該會用的。我那香爐是東鐵邊的，用石頭做的，一般是用鐵來做的，或銅，用石頭，用100年的歷史了。佢要帶下就石頭，要咁壓倉石，也係佢睇到過來實。拜媽祖老雜從沙專做係建材，除咗做得見證老祖公過去嘅歷史，還做得了解這樣是複雜嘅揭發，老客家人愛護石佛嘅身體。接下來，太子愛徒手中去看一條東有特色嘅巷誒。太子，你啊土崖路的地方喺哪位？青花巷。哦，我哋你阿不要懂得青花女子錯嗎？沒有。我連綠隊嘅客家什麼都買個青花女子啦。個青花巷嘅嘛就是哦。因為一條巷嘅呢，吼，都會用嘅我哋啲藝術家吼，用嘅青花瓷嘅圖。包括一條巷嘅地方，你看幾條巷嘅，有看到咧，藍色嘅髮，所以嗰種青髮巷。天下嘛有咧，嗰種長髮啦，長髮啦，嘿。我來，那巷弄還有米頭哦。錯噶，有古米啊。那真嘅咯，你東少年來去錯冇，你南部黑夜，你屏東那地方哦。你冇帶嗬，冇人前面度有。真嘅哦，是你節目客家電視台在有發吐到前頭那地方哦，哇，太子，嘿。好了，我看起來很老，冇看過安用嘅服誒。種嘅嘛個銀川堂，所以銀川堂全部係相種嘅係嘛？冇一間。你有問過？相帶相種。啊？也係講銀川堂。客家每日一字。冇中央嘅地方都係嚟啊！哇！太子，嘿，好了，我看起來很老，冇看過安用嘅服誒。冇，也係北港人嘅服嘅。北港人嘅哦。北港人嘅嚟。哦，太子，哦，太子阿婆呀，阿婆幾多歲？
哎呀，90岁了。 90岁哦，哦，看咯，按健康的哈。你如看，你做酒娘啊，你明明是酒娘啊，实在可能人生都很强。你啊，下班有面帶烘杯冰乜要？你嫌你8個人嘅地板啊，唔係用父母嚟嘅，用冰嘅。哦，冰的就是木板的。哎，木板。8個人，不是行路咚，大家不喜歡啊。蛮滿意哈，但你香嘛個？啊，香燒。秋啊，哦，咁佢嘛個糖嘅？河南糖。哦，河南糖，咁係香粽嘅嘛個糖？仲咩？銀川糖，所以銀川糖全部係香粽嘅係嘛？冇一隻，你有問過？香奶香粽啊？又係講銀川糖。哈，對銀川糖行出來，可能係陳太子、賴先生，也係鐘阿婆，算來樣嘅本啊。銀川糖咯，太子，你講銀川糖有3隻香，有香粽嘅、香賴嘅、香橙嘅，你有冇按過？來。客家每日一字，來，我哋看下雜言，無窮樣嘅天王都係日日嘅。水，係，有個水都係種，哦，金種哦，啊種啊香橙咩，哦，有個禾啊，稻子嗰種禾，禾，啊，另外叫做柿，柿香來，來，柿，你看有個天王無窮樣，香無窮樣。頭擺係作酒廠嘅2800年樓嘅屋，對呀香粽嘅了解到，有幾下隻香都用銀川糖，聽起來窮樣，唔過又有差別，真見學到懂到呢。唔過手中那愛含上嘅第一係做酒娘嘅阿婆，佢嘅青春秘方。哦，四種嘅一本書。哦，你好，有啲酒娘嘅。哦，很香哦。朗田射亮一份海，哎呦，全身暖乎乎，哎呦，3份了，哦，按太猛啊！哦，行路林哦，后生，酸甜甜，哦，很有層次哎。冇試過，真係乾隆係啦。哦，天發來誒。哦，挨天發。喂，你在抹汗嘛？跟哦，啊。我在吃那個酒釀湯圓後，你待會再打來後，拜拜哈。我還是叫你聽數買個東西啊，用槍記得身哦。啊，唔係緊身啊，你喺來了會吼，順便吼來介紹下你同有客家特色的地方。哦，那是恁講哦，我都靠瓜子哦，就幫你準備東西，買東西要準備好冇？哦，錯個。啊，而家呢度點問題冇？冇啦，嗱你嫌無閒啊吼，瓜子啊，等一下，一下子讓你去買好冇？等一下，今日呢度點咪轉開啦，而家。唔是擔心啊，好冇？你幹嘛？你爸爸媽媽來呀？我都有轉開去啊，吼。東西呢買冇？我等下一買吼，你不用着急啦吼，拜。哎，大家識啦，來到路嘅暗道好看呢，上一條藍食東西竟然俾人殺到誒！啊，咁咪帶隻酒娘上去，同阿三哥補一下誒！實體酒娘手中更加我去買瓜子我用嘅東西，當我經過一隻蔬菜，太子講腳鋪先停下來，也嘛係內鋪嘅清油氣色嘅同好哦。太子，你喺土崖來一地方啊，嗰度啊，真少糖錯冇？嗌啲。真少糖係香馬街，因為松一班有派雷吧，香松錯唔錯？錯，唔係香松。唔錯，我哋嘅味嘅見少糖嚇，係香奶，香松嘅嘢我見少糖。可能啲地方啊嚇，冇嗰度揀嘅。哦，有松一班雷吧嘛有用，啱個。冇香香嘅嘢嘅。哦，不錯，有懂得冇香香嘅嘢，也對你嘛冇嘛香咯。冇香係，你嗌冇，我看也最樣。係，一啲也香，你哋做假嘅牛。係香嘛嘅，睇住突然去看其他地方好冇？來。內鋪嘅老街真見像人講嘅，
有按色彩嘅美食、同道嘅同好，还有同大地亲密嘅故事。我想基本日客家人有名堂，应该有带本观众同多东西。好诶，天爱团舞诶，小总日去买东西啦。哦，还好有你在太子。无啊瓜子的地方唔对哦，去那边那边买啊。不过吼，俺问一下，你后生人嘛唔对，瓜子的嘛开始吃啊。瓜子国语讲的扫墓，扫墓哦。咱是做嘛讲做瓜子嘛？嘿，瓜子国语嘛讲瓜子。嘿，瓜子如果系个墓去个当红坟头当红啊，嘿，我哋用个坟头是扎下起个呀。不错，瓜子是在客家人扫墓是错嘅。草都扫墓的。基本上还是替晨晨哥对扫墓。哦，你说买啊瓜子的东西啊吼。啲老嘅教育几日，嘛应该爱较正经到嘅啦。唔过小总，唔用有天人嘅店行搞起来嘅，讲实在嘅，一下买小本阿公铺嘅东西，很正经同 fashion 呢，泡茶、作龙衣，上爱买个名牌猪油，好嘅，一下注意一下时间，东西买啊，去阿三哥家老房了。曾国成啊，伊很爱吼，来带自己去瓜子啊。那个所在旅游地方没有？曾国成家爸爸家，我打不出来。他家妈妈归来，去瓜子，这样会多，唔会多。哦，曾国成人之前係以前講嘅，如果我旅下嘅，我旅下嘅。要本來愛來嘅，哦，後邊佢因為又好要去存錢。佢無法度賺。我前面講我標去來啊，但係包嘅。係啊，叫我講到二條咗嘛。包住我本來攞啦。佢當然冇下來嘅。嗰人一就。突然咧就本來。我當然要進來啊，叫本然紅包嘛。哦，突然咧冇啦，四百日咧要啊，其實咧女仔要來都要發，即係嚟。哦，生意全部要發。係。老白氏係大家很關嘅 QT 名。一下係富田村，村度正係清泰嘅鄉，整個上老屋嘅貨房就係大部分六對客家嘅磚嘅屋，日我係望到來，就來參觀一下阿上個屋卡嘅三聖堂。曾國成嘅啦，啊，係曾國成嘅，曾國成嘅有冇？有字，我們有什麼點好？那红字是就活着的人是是贴红纸，勾绳呢就是把红纸的地方。你其實嗰個名嘅唔係話啦，呢啲廿八廿名改過。不錯，曾國成家名我都曾燕忠。而家做總之啦，就學得下啦，燕夫，燕夫。哇，堂哥哦，那曾燕夫哦，他是很有趣、很好笑的一个人呐。他们两个都是不正经、死不正经的啦。他们俩，因为他们书不好好念了，七早八早就是就在外面上班赚钱。那这个陈美是从小就喜欢逗我、弄我，让我哭了，让我追着打了这样子啦。然后常常就弄我。可是到后来慢慢的，他们已经不再长大了，就我越来越大，他们后来就不敢欺负我。沙龙啊，看到一隻同特別的東西啊，好請阿爸妹，啊看到你吼，你喺擺哪個東西啊？你啊？例如客家人擺田公安尼。那發同特別咯，你看，我貼嘅。就地取材錯嘛，同獎那麼個發？新電花。新電花呀。有風嘅拍嘅。風嘅拍嘅。用來發話新電啦。天丁啊。係發嘅名詞啊。哦。畫名詞都新電板，客家有新電板。哦，新電板來，阿伯妹，你有慢擦。啊，七八日你幾棟啊？吼。按樣，按雷，按樣係啊。係，都按嚟啦，係新電板。哦，希望以後將來是送本嘢。係將來係甜電。太子。所以佢本拿佢。要拉冇？本啊，拉下會將來哦。哦，藝術拉佢睇要。小總，唔好要提嘅青菜咩生意嚟啦。啲下淳樸嘅真風老屋，留阿三哥嘅親戚也都打在鼓，同歡喜。唔過時間冇到嘅呢，小總，夾起來正經嘅事情做好來。同哥，哦，其實曾國成的同哥，我都馬名。鄭燕夫，哦，那你是要算你傳統的太子，傳統太子吼。
你啊，帅哥安怎骂名？织品黑马啥？你看曾国成的骂啥？侄子。哦，了黑曾国成的骂啥？哦，还有太公，你交代事情啊，然后办到好。晨晨哥交代事情啊，办好诶，来欢迎他。本人拜托到，就会重新做到好。小总，你也拜总算无漏亏哦，完成任务嘅。全部准备好诶，好，麻烦以后，你拿那东西哦，分等一下，来电发了。喂，你更加是马给土马给喏啊，是用的喏，问拜些事情，是秒现在喏，全部处理得很好了呀，你放心啦。你一定是这位漏给料没，系没？没问题啦，还有叫了这个一整桌的菜啊，没几多钱呐，3万 K 啦，该你麻烦你来处理一下了，真的哈。是马给按好的东西啊，你再好做马给喏，你阿婆呀，没时间了呀，兄弟。好，拜拜。好嘞，没问题的，来，太高，那是麻烦你喽。任务总算是完成的，接下来小总就准备好奖赏起家，实太惨了，嘿嘿，结 Q 是阿三哥出钱啦。哎，可惜曾国成没了是豆哈，侄子吃到哈，你穿豆呀？哎，杀了要吹不乱的呀？没有开了东枪嘞，hàng肉饼。哎呦，你还饼啊？传统的hàng呢，个人用cái mà绞肉，肉通用和在一起拢剪得嚟。那冇食过呢？我好生的，我哋当油面呢。哎，还有我耳片看看。我讲，你晨晨的侄子啊，还才未批哦，迄3年冇未批啊，系啊，哦，啊，大声看看，好，一棒的。也拜来屏东得到东岛，伫天数整国上亲近治理度，了解到政府的子孙对老祖公的尊敬、老文化的传承，喜的意见安排创的宗祠。三圣堂的同学，建设子孙当以三圣其身，伫确实度来改进，唔好本起个行差的，做人的根本稳呢，个很大饼就会成功。甜酒酿。清火，轻拐，什么茶哦？金烟斗，清火，小盅，是皮龙。